2026年1月15日英格蘭聯賽杯車路士對阿仙奴賽前分析。雖然今場係杯賽，但因為入咗4強，而且對手是車路士，同時作客比賽，阿迪達在輪換上不會作太大轉變的。陣式4-2-3-1，龍門13號卡柏，後防左至右49號史基利6號加比22號添巴4號賓伯，中場36號蘇比文迪41號懷斯，攻中場20號馬杜亞基8號奧迪哥特11號馬天利尼，前鋒9號耶穌。龍門方面，卡柏上一場都無乜甩漏，同時佢係唔錯龍門，杯賽方面可以繼續重用佢。後防方面，因為3號莫斯基拉、5號恩卡比和33號卡拉菲奧里受傷唔出得，2號沙列巴上陣成疑，所以只能用地裝，或者賓伯會踢右中堅，添巴踢右閘。如果用預備組後生球員，經驗上過淺，同時對手係車路士，所以最多放在後備當中。中場大腦都是蘇比文迪為首選，副選是米連奴。懷斯今場要服用正選，因為車路士可能會用龐馬，而史基利狀態一般，所以懷斯需要幫一幫佢的。攻擊中場方面，薩卡可以俾佢休息，而馬杜亞基繼續代替佢，係右邊快放，同埋可以搞亂局的。Keyman 一定係奧迪哥特的，放多啲直線俾左右兩邊放，同埋佢攔截上都可以幫到手的。副選就是艾斯，雖然艾斯派牌功能上不是出色，但可以利用佢係中路突破，作中距離射門。左邊因為托沙受傷，咁馬天利尼可以出任正選，同時在防守上幫到史基利。前鋒上我揀耶穌，因為耶穌身位靈活，忽左忽右，可以左右兩邊攻擊球員插前。反而基奧基尼斯或者哈弗斯作後備，到時需要入波時候就選他們入嚟沖散對方。同時基奧基尼斯留力留返下場對森林。車路士因為新領隊上場，應該會沿用正選11人對阿仙奴，同時是主場，他們不會留力的。估計今場波是2-2或2-1，車仔2阿仙奴1。